大家好，我係1E 班李慧章。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香港燒烤文化。喺香港，燒烤又叫做燒嘢食或者 BBQ， 通常係親朋戚友一齊嘅集體活動，最適合家庭聚會。香港有好多免費嘅燒烤場地，設備方便，但有啲地方爐具有限，記得提早去霸位啊！如果唔想準備，部分場地會提供燒烤爐同食材，一應俱全。燒烤最重要就係起爐，先排好炭，再放炭精，點火撥幾下就得㗎啦。港式燒烤最特別嘅就係 U 型燒烤叉，可以幾個人一齊燒，邊燒邊傾偈，好開心。燒好嘅食物最後搽啲蜜糖就更滋味，麵包同埋棉花糖就更加係必備。近年仲興加鐵絲網，燒海鮮都冇問題，真係諗到乜就燒乜。燒烤簡單又好玩，大家不妨一試，成為燒烤達人啦！